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 歡迎大家收睇瑩瑩睇樓團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元朗非常之適合上車嘅一個新樓盤，佢有3個獨特之處，我哋一齊睇埋落去。第一，獨特性，全元朗唯一一個由嘉里發展品牌嘅住宅項目，而且仲係全元朗首創，分層有 3.5 米樓底。第二，元朗新盤上車首選，比起同區其他新樓，例如雍洽，入場價更低。第三，5分鐘生活圈，5分鐘即可步行到千色匯商場以及合益街市，衣食近在咫尺，解決日常所需。另外，屋苑亦提供出土，乘坐約5分鐘便可到達元朗地鐵站。而家喺我身後嘅係由嘉里建設發展嘅項目朗天峰，預計12月份正式收樓，而家已經有部分業主開始放緊租務㗎啦，一房叫價12000到13000蚊。兩房叫價16500至17500，預計可以刷新同區嘅二手租務尺租成交。朗天峰合共提供594伙3座物業，主打1到3房嘅多元化戶型。會所設施包括室外泳池、健身室、休閒共享空間、寵物天地等等。我哋嚟到26樓，屬於高層嘅示範單位，分別睇下1到3房嘅唔同戶型。1A 座26樓 D 單位285尺，屬於一房間隔。首先入嚟門口個玄關位置，旁邊已經係開放式廚房，而另一邊就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都配上咗浴室部。再嚟我哋睇下露台景觀，向翻大堂方向，由於係高層嘅原因啦，咁所以都望穿咗前面樓景，景觀都非常開揚。而房間亦都同客廳同一方向。而低層嘅單位咧，就主要望返內園以及泳池嘅景觀。之後我哋參觀1B 座26樓 F 室，365尺，屬於兩房間隔，同樣係開放式廚房，靈活更加節省空間。客飯廳一睇，我哋去到露台度望到出邊景觀，亦都係望向大堂方向。而呢個尺數咧就屬於兩房嘅入場戶型，兩房連開放式廚房由365尺到403尺不等。客房咧，其實可以利用3.5米樓底嘅優勢向上發展，或者做書房會更加適合。而呢個單位所展示嘅家私，發展商亦都會隨樓附送。如果客人唔想選購嘅話，亦都可以隨樓價而扣減。跟住我哋參觀1A 座26樓 A 單位，539尺，屬於3房嘅間隔，緊廚房位置、明火以及電磁爐兩樣都具備，而且仲有一個採光窗。客飯廳分明。飯廳嘅位置放到4人嘅餐桌，我哋穿過客廳就到露台嘅部分，望返元朗市景方向，即使低層都非常開揚啊！而3房嘅洗手間呢，就由企缸改成浴缸。客房方正實用，放到單人床以及衣櫃。而另一間客房發展商就用咗嚟做書房，作為示範單位，景觀同樣非常開揚。主人房就同客廳同一方向，放到大衣櫃以及雙人床。唔知大家對以上呢類型嘅單位有冇興趣，或者想留意咩類型嘅樓盤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